感謝雅心佇個淹水現場的報道。另外，咱這換一個所在來看，潮州的鹿寮橋早起啊，這大雨就一直落到這橋面啊，攏梆梆落，所以一台轎車經過時，卡佇個橋頂。華視新聞團隊嘛，實際挺進了屏東的重災區，真多民眾啊，攏去予水淹過啊，也閣有真多車，不管是汽車還是奧多麥，攏泡佇個水內底啊。多心意的，多等你。落大雨，一台白色轎車準備要過橋的時，想不到這個時陣橋面全咧斷去，駕駛趕緊要通過的時，依然卡掉咧。他們一台車來，拍線伊就開起來，安尼不要車歹呀。實際來到事故現場，橋面崩去，目睭看會到斷去的所在有偌深。代志發生佇屏東縣潮州鎮的鹿寮橋，因為大雨影響橋面斷去，這台白色自用小客車未負險當場崩爛，卡佇現場未震未動。你看佇塗骹也會當看到真濟零件落甲滿世界。駕駛真無奈，佇大雨中搖雨線佇關心伊的愛車，拖吊車嘛有趕到危險。那我們已經通報我們的縣政府公務處跟防災中心，他會做緊急搶修哈。因為風颱外圍環流影響，屏東的潮州變成重災區。今日透早同款落大雨，有真濟人家厝攏淹水，有真濟鄉親佇門口有安這個凍水棒來凍水，甚至用抽水機佇抽。更加慘的是，透早3點，有人通知講大水要來啊，趕緊起床來刷車。完全沒睡了，經過早上的狀況，然後就判斷就是還會再發生這個。來看屏東新園災情同款慘重，在屏東新園鄉的瓦寮村這裡，您可以看到這個水深是已經幾乎來到這個椅子一半的這個高度。真濟家具攏浸水，冰箱頂頂大型家電攏用磚仔角貼懸，另外有椅啊，甚至食物等等生活用品攏放佇較懸的所在，避免講這物件浸水浸一個久會歹去。雷雨的時候，差不多1點左右開始就進來了，進來一直高，整個晚上大家都是在忙處理這個。要想說要怎麼辦嗎？怎麼辦？水都不錯。鄉親真無奈，就講這個雨莫閣落啊，會當分趕緊清理家園。